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之沙嘅閱讀筆記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一本書《小狗錢錢》，作者博多舍費爾，喺2000年出版嘅。呢一本係一本好好嘅理財啟蒙書，好啱兒童、青少年或者財商比較薄弱嘅人閱讀㗎。小狗錢錢呢本書講述咗一個普通嘅12歲女仔吉亞喺偶然之下救咗一隻受傷嘅拉布拉多狗，並且將佢取名為錢錢 Money。令人驚訝嘅係，錢錢不僅係一隻聰明嘅狗，更加係一位深藏不露嘅理財高手。喺錢錢嘅引領同埋幫助之下，吉亞開始學習如何與錢打交道，一步一步實現自己嘅夢想。故事圍繞住吉亞嘅成長展開。一、建立夢想。錢錢教吉亞列出夢想清單，並制定夢想相冊同埋夢想儲蓄罐，等抽象嘅願望變得具體可見。二、建立自信。通過書寫成功日記，吉亞逐漸建立起自信，克服咗內心嘅恐懼同埋懷疑。三、賺取收入。吉亞從自己喜歡嘅事情入手，例如幫助鄰居放狗，賺取咗人生第一桶金。四、管理財務。錢錢教吉亞著名嘅50-40-10嘅收入分配法則，並解釋咗債務管理嘅重要原則。五、投資入門。吉亞認識咗富翁金先生同埋理財高手桃木太太等等貴人，學習咗投資股票、基金等等嘅投資基本概念，並創立咗投資俱樂部。成個故事用輕鬆有趣嘅童話形式，將複雜嘅理財觀念變得簡單易明，充滿咗趣味同埋啟發性。對於我個人嚟講，如果我喺12歲嘅時候接觸到呢本理財書籍，咁我就會少走好多理財嘅彎路啦。核心理財原則同埋方法。呢本書嘅精華在於佢提出咗一系列簡單卻極其有效嘅理財法則。一、明確夢想。列出夢想清單，寫下10個你想變有錢嘅理由，然後圈出最重要嘅3個。夢想相冊，收集同夢想相關嘅圖片，可視化你嘅目標，每日睇，激發動力。夢想儲蓄罐，為每個夢想準備咗一個儲蓄罐，定期為佢哋存錢。建立自信，寫成功日記，每天記錄至少5件你做成功嘅事情，無論大小，對於建立自信、對抗恐懼同埋退縮非常之有幫助。收入分配法則，生金蛋嘅我嘅故事，即係50% 用嚟儲蓄，然後投資，等錢生錢，未來靠利息生活，而40% 放入夢想儲蓄罐，實現中短期嘅目標，最後10% 用於日常嘅消費。債務管理4大原則。欠債嘅人應當毀掉所有信用卡，將唔用於生活嘅錢一半存起嚟，一半用於還債。每次消費之前問下自己，呢個係咪真係有必要呢？投資3要點，應該將錢投資喺安全嘅地方，同埋我哋嘅錢應該可以生下好多金蛋，即係投資可以帶來豐厚嘅回報。我嘅投資應該簡單明白，容易操作。呢本書打破咗理財係大人同埋專家嘅事嘅迷思。佢話俾我哋知，理財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並且應該學習嘅生活技能。佢核心嘅管理係夢想同埋資源，而唔係僅僅管理金錢。而且佢講咗行動嘅重要性。書中反覆強調72小時規定。當你決定做一件事嘅時候，
必須喺72小時之內行動，否則你永遠都可能唔會再做啦。咁樣對克服拖延症有極大嘅幫助。而專注於優勢，吉雅通過自己喜歡同埋擅長嘅放狗嚟賺錢，啟發咗我哋應該將精力集中喺你知道嘅、你擁有嘅同埋你會做嘅事情上面，即係你嘅優勢，而唔係糾結於你自己嘅弱點。生金蛋嘅鵝比喻係深入民心，唔好殺死你嘅鵝。呢個寓言故事極具衝擊力，讓人瞬間理解儲蓄同埋投資複利嘅巨大力量，令人印象深刻，適用於所有嘅年齡。呢本書雖然以兒童為目標讀者，但係其中蘊含嘅智慧，對於好多從未接受過財商教育嘅成年人嚟講，同樣係醍醐灌頂嘅啟蒙課。佢係一本適合親子閱讀嘅經典之作。總結：小狗錢錢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教人點樣賺錢同埋存錢嘅書，更加係一本關於樹立夢想、建立自信、掌握生活主導權嘅勵志指南。佢用最溫暖而且簡單易明嘅故事，傳遞最核心嘅財富邏輯。而書中教我寫成功日記，係對於我拖延同埋缺乏自信係非常之有幫助。呢本書係能夠改變你同金錢關係，從而改變你人生嘅必讀佳作。佢話俾我哋知，富有係一種權利，只要我哋學識咗正確嘅方法，並且堅持實踐，每個人都可以過上更富足、更加自主嘅生活。多謝你收睇時之沙嘅閱讀筆記，下次見。